親愛嘅弟兄姊妹，平安。今日我哋要一齊探討點樣喺面對抗拒與批評時，仍然堅持活出憐憫嘅生命。聖經清楚咁教導我哋，憐憫唔單止係上帝嘅屬性，亦都係我哋作為基督徒嘅核心使命。然而喺呢個充滿冷漠、分裂同埋恐懼嘅世界裏邊，憐憫嘅行為常常會遭遇阻力、懷疑甚至公開嘅批評。讓我哋從3個方面嚟思考，點解會有抗拒，點樣以聖經嘅智慧應對呢啲挑戰，以及從歷史中學習嗰啲克服阻力嘅榜樣。當我哋選擇以憐憫待人嘅時候，往往會遇到外界嘅阻力。呢啲阻力可能嚟自多方面嘅誤解或者文化壓力，但聖經為我哋提供咗深刻嘅洞見，幫助我哋理解呢啲現象。一、憐憫被誤認為軟弱。喺好多社會中，強者通常被定義為支配者或自給自足嘅人，因此有啲人將憐憫視為軟弱嘅表現。佢哋認為展現仁慈或幫助他人係一種天真嘅行為。然而，聖經卻顛覆咗呢種觀念，呈現憐憫為真正力量嘅標誌。喺約翰福音13章1到17節中，耶穌為門徒洗腳，呢個係一個極端謙卑嘅舉動，挑戰咗當時嘅社會階層觀念。彼得起初拒絕話：你永不可洗我嘅腳，但耶穌解釋，服侍他人正係佢使命嘅核心。呢個提醒我哋，真正嘅力量並非來自掌控，而係來自謙卑地服務。2、文化對包容嘅抗拒。憐憫經常涉及跨越社會、種族或經濟嘅界限，呢個可能會引發反彈。例如，幫助移民、囚犯或者嗰啲被貼上唔值得標籤嘅人，可能會遭到批評，認為資源應該只用於某啲特定群體。在利未記19章34節中，經文命令我哋同你哋同居嘅外人，要睇佢如本地人一樣，並要愛佢如同自己，因為你哋喺埃及地亦都作過寄居嘅。呢條誡命呼召信徒抵抗排外心理，並將愛延伸到熟悉嘅邊界之外。3、對個人犧牲嘅恐懼。有啲人抗拒憐憫，因為佢哋害怕呢個可能帶嚟嘅代價、時間、金錢、安全或聲譽嘅損失。呢啲擔憂係可以理解嘅，但係佢哋必須同上帝呼召我哋活出捨己之愛嘅命令相權衡。喺馬可福音10章17到22節之中，呢位富有嘅少年官因耶穌要求佢變賣財產並分俾窮人而感到難過，最終選擇離開。佢嘅財富阻礙咗佢完全擁抱憐憫嘅道路。呢個提醒我哋，若果我哋緊揪世俗嘅安全感，就無法全心投入憐憫嘅工作。聖經為我哋提供咗智慧，幫助我哋以勇氣、耐心同毅力面對抗拒。以下係幾個關鍵原則，可以指引我哋度過困難嘅時刻。一、信靠上帝嘅供應。對匱乏嘅恐懼可能會使我哋喺憐憫行動中裹足不前，但上帝承諾會供應嗰啲信靠佢嘅人。馬太福音6章25到34節安慰我哋，唔好為生命憂慮，食乜嘢飲乜嘢，亦都唔好為身體憂慮，着乜嘢。你哋睇過日常嘅飛鳥，亦都唔種，亦都唔收，亦都唔積蓄喺倉裏，你哋嘅天父尚且養活佢哋，你哋唔比飛鳥貴重得多咩？當我哋憑信心踏出步伐，相信上帝會扶持我哋，就能克服失去嘅恐懼。二、喺批評中站穩立場。憐憫嘅行為可能會招致批評，特別係當人們誤解我哋嘅動機，或唔同意我哋嘅選擇時。喺咁嘅處境中，我哋必須堅定站立，記住加拉太書1章10節嘅話：我而家係要得人嘅喜悅，定係要得神嘅喜悅呢？如果我仍舊討人嘅喜歡，我就唔係基督嘅僕人啦。我哋嘅主要聽眾係上帝，而非別人嘅意見。3、接受逼迫作為門徒訓練嘅一部分。耶穌警告佢嘅跟隨者，活出憐憫嘅生活可能會導致逼迫。約翰福音15章18到21節中，佢話：世人若恨你哋，你哋知道，佢哋恨我係喺你哋以先，佢哋既逼迫咗我，亦都要逼迫你哋。我哋唔應該退縮，而應視逼迫為榮耀嘅徽章，因為我哋分享咗基督嘅苦難，
歷史中有好多激勵人心嘅故事，講述嗰啲喺追求憐憫使命時面臨阻力嘅個人，佢哋嘅勇氣成為我哋應對類似挑戰嘅模範。作為英國議會議員，威廉威伯福斯忍受咗數十年嘅嘲笑、威脅同埋政治反對，同時推動廢除奴隸制嘅運動。儘管批評者指控佢損害經濟，佢依然堅持不懈，最終促使1807年奴隸貿易法案同1833年奴隸制廢除法案通過。威伯福斯嘅故事反映咗以賽亞書42章3節：壓傷嘅蘆葦，佢不折斷；將殘嘅燈火，佢不吹滅。即使喺逆境中，佢仍繼續倡導正義，而唔訴諸怨恨或暴力。馬丁路德金博士喺美國民權運動中面臨巨大嘅阻力，包括被捕、威脅同埋炸彈襲擊。佢冇以仇恨回應，而係遵循聖經嘅非暴力原則，教導話黑暗唔能夠驅逐黑暗，只有光明先至能夠做到；仇恨唔能夠驅逐仇恨，只有愛先至能夠做到。金博士對憐憫嘅承諾改變咗一個國家，並啟發咗幾代人和平追求正義。當我哋面臨批評或者反對時候，可以考慮以下策略：一、祈禱求智慧與勇氣。雅各書1章5節鼓勵我哋喺不確定時候向神求智慧，禱告能加強我哋嘅決心，並澄清我哋嘅目的。二、尋求支持性嘅社群，同志同道合嘅信徒埋一齊，佢哋可以鼓勵並督促我哋。傳道書4章9到10節提醒我哋，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。三、用恩典說真理。歌羅西書4章6節話俾我哋知，俾我哋嘅言語總係帶住鹽調味，以溫柔同尊重講出真理。呢種方法能化解敵意，促進對話。四、專注於永恆嘅獎賞。希伯來書10章35節勸勉我哋，所以唔好丟棄你哋嘅信心。信心係有大賞賜嘅。記住，地上嘅阻力同憐憫生活嘅永恆意義相比，顯得微不足道。面對抗拒與批評，係活出憐憫生命嘅必然部分。然而，聖經向我哋保證，呢啲試煉會精煉我哋嘅信心，加深我哋對上帝嘅依靠。當我哋堅守佢嘅呼召，我哋便成為佢愛嘅見證，打破障礙，轉化人心。願我哋牢記提摩太後書1章7節，因為神賜俾我哋嘅靈唔係膽怯嘅靈，而係有能力、忍愛、自律嘅靈。等我哋接受呢一份天賦嘅力量，深信憐憫，即使喺逆境中，亦會結出持久嘅果實。阿地，